啊，我相信自家喺度啦，思想自家冇要決心，冇要同心，終未達到要傷害。對於自家朋友嘅方面，對於自家人打愛錢嘅方面，也未傷害你嘅同心，也未傷害你嘅。嗱，對於家庭度，自家嘅爸爸媽媽各自當下也未要傷害到自家同心，思想咩自家老人傷害到。同心也係自家自做自殺，也未傷害到同心。按晒你醫，自家冇人怪，自家呢度病到叫嚟叫去，都變成為顯出要平嘅方面。也就係嚟晒你醫，自己嘅心啦，得到傷害啦。詩篇記147第3節咁樣講到，上帝醫治嘅心，人人傷害嘅心，同佢嘅醫治，佢恢復自家嘅心，因為到當咪啦，一個詩篇記147:11節咁樣講到，上帝按屬格，上帝按歡喜，人人遵從佢嘅，人人要敬重上帝，要希望上帝嘅，上帝按合意，嗱佢本自家嘅最好嘅恩典，因為到人人。希望上帝嘅恩典，熱天上帝嘅一同齊，你同心，你決心，你憤怒嘅心，佢支持自家，佢嚟恢復自家嘅心，到上帝耶穌基督恢復自家嘅心，支持自家嘅心，熱天得到千萬嘅支持，得到恢復自家嘅心中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，得到喜樂，自家朋友家傷害自家向人諒佢，無卡到家庭度即。傷害到能夠世界相信要愛相信人良，公婆也世界有相信人良，係講上帝醫治自己嘅心。嗱，這樣嘅自己係希望上帝而依靠主耶穌，佢因為全能嘅主醫治自己嘅心，恢復自己嘅心。阿門。